港歌手黎瑞恩離婚後事隔11年，再次提起前夫，而佢前夫就係金利來集團太子爺。今年52歲嘅佢，最近接受訪問時，好少見咁講起前夫情況。當年佢嫁入豪門之後，就淡出娛樂圈，專心相夫教子，同曾志明育有1子1女。可惜呢段婚姻維持唔到落去，2014年正式離婚收場。之後黎瑞恩就帶住2個細路搬出曾家大宅，重新開始獨立生活。離婚之後，佢選擇重返演藝圈，靠自己能力賺錢養家。佢都承認當年對段婚姻真係投放咗好多感情，所以離婚初期難免傷心咗一排。不過佢好快調整好心態，覺得人生短短幾十年，開心係咁過，唔開心都係咁過。與其沉溺喺過去，不如積極面對。講起同前夫曾志明嘅關係，黎瑞恩好坦白咁話，2個人基本上已經冇乜聯絡。佢仲透露前夫而家已經組織咗新家庭。特別強調講呢件事唔係為咗八卦，只係想話俾大家知，既然對方有新生活，自己就更加冇理由再去打擾。佢解釋以前因為細路仔仲細，需要見爸爸嘅時候，佢都要親自帶佢哋過去。而家2個仔女都大個啦，20幾歲人，要見爹哋可以自己去，唔使再經佢手。佢話而家2個人之間連電話都冇必要打，反正都冇咩好傾。總結落嚟，雙方關係就好似陌生人咁，各過各嘅生活。對於能夠將段關係處理到咁樣，佢覺得已經好足夠。夫妻做唔成，朋友亦無謂再做，但係都冇必要變成仇人。隨住時間過去，佢覺得更加無需要耿耿於懷。回顧翻段婚姻，原來2002年佢事業如日方中嘅時候，決定嫁俾曾志明做豪門少奶奶。其實佢哋早喺1996年已經開始拍拖，不過曾家一直唔係好接受呢段感情。本來計劃1999年結婚，結果拖到2002年先至正式拉埋天窗。婚後佢淡出娛樂圈，只係偶爾陪同出席曾家嘅活動，專心打理頭家同照顧仔女。可惜付出咁多，最後都係冇辦法走到完美結局。記得2016年嗰陣，黎瑞恩突然同大家講自己已經離咗婚，真係嚇咗好多人一跳。當時街頭巷尾都有各種猜測，好多人都覺得同佢豪門生活唔開心有關，又傳過話前夫出面有段新感情。其實外人會有咁嘅想法都唔出奇，畢竟佢當年入曾家門檻確實幾經波折，難免令人覺得佢婚後生活未必如意。講到離婚原因，咁多年黎瑞恩都係同一個講法，佢話主要係同前夫性格唔夾，加上對方成日忙住做生意，根本冇時間理頭家，兩公婆愈嚟愈難溝通。最致命係佢對前夫失去咗信任，雖然曾經嘗試挽救段婚姻，但最後都係行唔落去，唯有選擇分開。離婚之後，佢帶住2個細路搬出嚟住，雖然前夫應該有俾撫養費，但養大個小朋友點會淨係靠錢就得？嗰幾年佢嚟付出嘅心機同時間，真係數都數唔清。不過佢總算係捱出頭，2個仔女已經大個，自己事業同生活都穩定落嚟。而家諗翻轉頭，覺得人生就係咁，緣分呢家嘢好難講。雖然曾經有過唔開心，但係而家睇化咗，最重要係2個仔女健康成長。佢話唔會刻意去忘記過去，但亦唔會俾過去影響而家嘅生活。黎瑞恩以豁達心態告別過去，願佢往後餘生充滿陽光。